12月2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，我是郭碧君。台北地检署侦办经花社案政治现金案，台北地院今仔日透早裁定，将台北市长郭文德3000万交保。民众党立委黄国昌表示，等待银行开门就要开始装钱交保。另外，合议庭也裁定，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4000万，台北市议员应晓薇1500万交保，拢限制自居、出境、有出海。台北地检署侦办经花社案甲民众党政治现金案，日后终结，对前台北市长郭文德提起公诉，具体求刑总共18年6个月，暗时7点半开才压庭，经过5点钟开庭，第半暝12点外结束。合议庭裁定郭文德3000万交保，佮限制出境、出海甲自居。民众党立委黄国昌表示，一旦银行营业了后，总钱交保。隔了4个月。我终于看到阿北了，主席被关押了4个月，我可以听得出来，他在回应法官问题的时候，跟4个月前跟我对谈的柯文哲反应，真的没有那么快了。酒店现场的小草听到郭文德交保的消息，全场欢呼佮高喊。法官多谢你。郭文德伫这压庭当中拼交保，最后表示，家己走外，民众党就废弃，强调伊无可能逃亡。另外，小草收听，万安馆长陈志涵要到现场，啊，不过话讲到一半，就互警方押把经过。大家今天在这里挺这个人，各位真的挺得怎么样？没错。没错。蔡先生，我是现场指挥官中正第1分局分长陈大宝。台北地检署前面为集会游行禁止区，请勿在此发表演说。合议庭也裁定，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4000万，台北市议员应晓薇1500万，前国办主任李文忠对加800万，用1000万交保，前台北市副市长裴庆生500万交保，拢限制自己出境出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